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讲，远看近泡泡，啊那近看就无高。这个意思是讲一个人无内在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高，读高高第一条。高就是黏黏想想、高高的物件，咱讲高高。另外一块一块药啊，咱讲是药膏；也个有入喙齿的物件，咱拢讲是齿膏。另外，还有水果在内物件，经过料理了后，变做亲像糖，咱嘛讲膏。像讲麦芽膏，啊，若是像糖啊共款黏贴贴，一直甲人比高想，咱讲是高高甜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膏，像讲汉医制作的药啊，咱讲是膏药；也个有咱人的心脏含胸结膜中的部位叫做膏膜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膏，像讲若是身体无品气无力，咱讲是软膏膏；也个有较早佚佗啊，咱讲是咧江湖含人咧膏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吊膏，这是一款的汉药，专门治疗皮肤生疮，也有生裂的症头。第二个词读做红膏赤齿，这是形容一个人面色红牙红牙，真好看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即讲啊固定时间的运动，普通时面色红膏赤齿，今仔日耍吊膏，原来是因为皮肤过敏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膏，另外一个音读做膏，也有一个音读做膏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